经营便可以。今年龙虎公天堂公示税务停税盛饭停说诵经活动，完归105年6月5号，礼拜一下午，农历5月初2。
我在这里干了对，今年我们已经黄色为主的族，每做方面是到5年。我都会讲，不同的可以首先实际上用心的作品，这里头放大做交流这条路，最后在这里有一部分不了解的观众体系，或者不必感受这方面，结果一旦从健康的情况。所以，每位总干部就有现场的导致我都会讲，你看两种这个东西，从在农民这里看一点，说咱们走这里超多从法引进人物变化，有些这个要发展的公司的道理，这个来自于他们有
Oh
我经 N 边可以，经 N 边可以。